喺親密關係裏邊咧，有一個好殘酷嘅真相嘅，就係邊個痛苦就邊個去改變咯。嗱，咁咧就有人會問啦，佢令我痛苦喎，咁改變嗰個唔係應該佢咩？首先你嘅痛苦咧就唔係你伴侶嘅課題嚟嘅。我舉個例子啦，你個伴侶成日因為工作夜返，令到你好冇安全感。咁但係呢一個唔係佢嘅問題喎，要做噶嘛，係咪？係你自身嘅成長或者經歷，可能因為呢個情況令到你痛苦嘅。咁所以要改變嘅其實係痛苦嗰個人，即係你自己。你想改變對方，其實就好似喺沙漠咁樣啦，種花。根都未生，花就冇鬼咗啦。當你痛苦嘅時候啦，就唔係要求對方去改變，而係去問下自己，呢一種痛苦想教識我啲乜嘢呢？我可以覺察到自己一啲乜嘢呢？喺親密關係係一個共同修行嘅旅程嚟㗎。其實我哋每一刻都喺度修行緊自己。由而家呢一刻開始，我哋就覺察下自己，每一刻覺得痛苦嘅時候，個根源究竟係啲乜嘢先？今日嘅分享係咁多，邀請大家記得訂閱我頻道同埋 like 我嘅片。有啲乜嘢諗法，即管留言俾我啦。下一集見。